这间租厝就是阮天文学家制药组所起的起家厝，上少吼，已经超过100年以上的100年以上啊！的老厝啊吼。啊，我前4岁就伫遮长大，吼，一直到即阵我拢无离开鹿港。这间苦家的起家厝，号做是泰岳之印。泰岳是苦姓家族的称号，印就是后地的意思。19世纪苦制药伫咧鹿港做米进出口的生意，泰岳之印就是苦家当时重要的船头行其中之一。拄好中央研究院去收到一批的这个资料，伊是伫1895年甲1897年两岸咧对渡的时阵，因有一寡交易的这个记录，比如讲米偌济出去啦，迄个番仔货偌济入来啊。有一个较趣味的，就是这个苏州马。苏州马是啥物意思？苏州马就是咱叫阿拉伯数字哈，咱咧写1、2、3、4、5，但是以前中国人、台湾人咧交易的时阵，毋是用1、2、3、4、5，迄是迄个后来才传来。后来才传来啊。啊，因加这个方式甲这个搭算盘有关系啦。哦，是哦。这搭算盘，咱这一拨起来1、2、3、4，啊5就切7粒爱拄好这写的方式，甲这个搭算盘迄个姿势哦，对，像第二个好啊，第2个这个507啊，507这个有啦，这里是有你讲这个嘛，507啊07啊7就是悬顶1粒，下骹2粒安尼哦，你讲这嘛，悬顶1粒，下骹2粒。柯大哥讲这个苏州马是古早时的汉人咧写商业数字的一种表示方法，伫咧民间是足实行的，因为毋但好写，阁好学，而且阁会当配合算盘的拍法，所以伫咧以早的价市生理人普遍拢是咧用苏州马。啊，这种数字对200-300年前传来到台湾，现主时规个亚洲拢已经真罕伫看到啊。今仔日伫咧鹿港有机会当看到，哇，有影是不哩难得。啊，毋但讲有苏州马尔，柯大哥阁互我看足侪早期苦家做生意的记录，甚至阁有厝内人的批信，会当讲是泰岳之印伫咧上青叶时阵的一种历史的见证。这是成业哈，啊，这是我等来做老厝100栋的这个第20栋啊吼。第20栋。嘿，第20栋。啊，因遮以前嘛是做木材，拄开始祖先是做木材的生意。啊，你看吼，因迄妈真有钱吼，这个门道啊，你看拢做甲遮水。早当时鹿港还未正做正式的商港进前，就已经是台湾最有代表性的港口啊。啊，当时大多数的人拢是坐船来到家尾迄搭上岸，所以家尾就是迄当阵重要的生活中心。生意商号，这是当时伫咧家尾最有代表性的家具商行。啊，毋若讲是3联栋长形的街屋，万兰式气派的装潢，外口看到的壁面，甚至阁是当时罕得看到的西石啊！你敢知？这伫咧迄个年代拢是商业繁华的记号呢。这栋鹿港出名的街屋，就是司机大兄的阿祖伫咧大正15年所起的，到甲这当阵犹原阁保存甲好势。啊，遮你看这间这个间做趣味啊！你看头前咱就看起来是2楼，因以前讲遮是4楼啊。4楼是要哪4楼？做趣味的1楼、2楼，啊，遮3楼，阁起里阁有4楼。哦。迄度两间拢有这个半楼安尼，啊，以前遮阁楼中楼，较早楼中楼。啊，迄个阳台出去迄个阁会使看到外口。像这个楼子你刚才有讲趣味讲，这个楼子你看会使看到下底有无？所以以前毋若这个，叫者。嘿啊，通风甲采光有效尔，头家伫悬顶咧看迄新了，啊仔伫遐边端紧走，伫遐咧无灰嘿。讲起来这间厝体历史已经将近要100年咯。啊，因亏嘛有30-40栋无人咧管理，规间就歹买味啊。家在经过整理了后，就那亲像重新搁再挖起来。啊，司机兄甲我讲鹿港传统的建筑拢是长高型的，正面拢袂讲概括，因为永早的建材拢是为中国坐船载过来的茶库，啊茶库的长度无法度超过船身，所以鹿港的厝体正面拢较下身。啊，毋若安尼生咱嘛看到厝内长长的楼梯，基卡的天井，
江嘅幼落的窗仔门前，会当讲哦，现主时真罕得看到的状况，拢会当伫咧鹿港一摆看到。哦，这个菜缸真好呢。哦，你要看这窗仔吼，以前这流行的时阵是对欧洲过来，日本人传来。迄阵上时行。嘿，上时行，这个玻璃拢是大正年间留落来玻璃，你看哦，迄花样真多真水。是哦。这种旧玻璃，哇！这甲捡起来，甲伊。这有影足水的呢。真水。哦，这玻璃拢100年的时间啦，吼，所以这。哦，那个保存啊，真好呢。真无简单，因为这真正是有哪捡啦，好加在伊迄摆。有叫淘汰去，我当今年甲整理起。会当甲阿祖即间要100年的厝体整理较好，对司机兄来讲哦，嘛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代志。伊嘛讲吼，对整理遮的老厝的过程当中，嘛亲像开了一个窗仔门，互伊更加了解鹿港青爷的过去。